各位朋友，唔知你哋有冇發現，人到中晚年有啲睇落好熱鬧嘅親友聚會，不知不覺間變成咗一種無形嘅負擔。親人相聚傾偈之間，仲喺度有意無意咁打聽你每個月拎幾多退休金，打聽你啲仔女做緊咩工作，賺幾多錢，甚至連你手頭上有幾多積蓄，名下有幾套房都要探個究竟。你如果過得比佢哋好，換嚟嘅往往唔係真心嘅祝福，而係酸溜溜嘅知道同埋各種道德綁架嘅藉口。你如果過得唔如佢哋換嚟嘅，又往往係輕蔑嘅眼神同埋茶餘飯後嘅閒言閒語。人哋長疏見唔得你好嘅，往往係身邊最親近嘅人。我哋總以為血濃於水，但係喺現實嘅利益同微妙嘅攀比面前，溫情嘅面具往往會被撕到粉碎。好多時候，我哋喺呢種睇落熱鬧嘅社交入面，覺得攰，唔係身體上嘅疲憊，而係心攰，因為我哋時刻都要應付嗰啲無形伸過嚟嘅攀比之手，喺度防備嗰啲帶住探究同虛偽嘅虛情假意。呢種精神上嘅內耗，正喺度一日一日靜靜雞咁偷走我哋晚年嘅福氣同氣場。人到晚年最聰明嘅活法，其實係學識喺親戚面前扮糊塗，同守住把口，唔攀比，唔叫苦，默默過好自己嘅生活。等我哋一齊嚟傾下。一位好特別嘅老人家，佢大半生都坐喺輪椅上，卻推住輪椅走遍咗世界50幾個國家。佢就係傳奇嘅國學學者岑日飛先生，世人親切咁稱呼佢為山金老人。正因為佢不得不坐喺輪椅上，大半生都係用一種旁觀者嘅視覺去打量呢個塵世。飛哥曾經告誡世人，人到晚年，哪怕同親戚關係幾好都好，都千萬唔好透露以下呢3件私事。講得越多，防不勝防嘅麻煩就越多，晚景往往越淒涼。飛哥出生喺一個動盪嘅年代，佢自幼聰穎，熱愛文學同哲學，喺青年時期就展露出過人嘅才華。考入大學之後，佢本來以為自己會好似無數同齡人咁，畢業工作、娶妻生子，平穩咁度過一生。然而命運嘅殘酷往往喺人最得意嘅時候悄然降臨。喺大學期間，一場突如其來嘅橫貫性脊髓炎好似晴天霹靂咁擊碎咗佢所有嘅夢想。醫生冰冷咁宣布，佢下半生彎九思索，餘生都只能夠喺輪椅上度過。嗰一年佢只有20歲。20歲本來應該係振翅高飛、意氣風發嘅年紀，但命運就將佢生生困喺一張細細嘅輪椅上面。喺啱啱癱瘓嗰3年入面，佢只能夠成日瞓喺床上，望住天花板。天花板上嗰一條條交錯嘅裂縫，被佢用目光描摹咗千百遍。呢3年，佢唔單止體驗到肉體上嘅巨大痛苦同絕望，更用一雙失去行動能力嘅雙腿默默丈量出人情冷暖嘅真實刻度。喺佢啱啱癱瘓、最落魄，亦係屋企最困難嗰幾年，身邊有啲親戚唯恐避之不及，有人喺背後嘆息，覺得佢呢世徹底廢咗。呢家人算係一世翻唔到身啦。亦都有人甚至刻意疏離，生怕呢家人開口借錢借糧俾自己招惹麻煩。嗰啲曾經逢年過節必定走動嘅關係，喺一夜之間變得比冬天嘅冰雪更加冷淡。然而當佢後來憑住驚人嘅毅力重新復學，唔單止拎到哲學碩士學位，仲成為咗著名嘅專欄作家，甚至坐住輪椅走出國門，去周遊世界，名利雙收。呢個時候，嗰啲曾經避得遠遠嘅親戚，又帶住無比熱情嘅笑臉，重新圍咗上嚟。佢哋噓寒問暖，
好似嗰3年嘅冷漠從來冇發生過咁，甚至開始打住血緣嘅旗號，開口要求借錢借力，要個細路去佢嗰度謀份好差事。喺輪椅上，飛哥冷眼旁觀，睇盡世態炎涼。佢曾經深刻體會到人性嘅弱點在於無法容忍身邊人嘅平庸，亦無法容忍身邊人嘅飛黃騰達。用老百姓嘅話嚟講，就係見唔得你，好睇唔起你窮。人處於高位時，身邊多嘅係諂媚同虛偽；人處於低谷時，身邊多嘅係輕視同怠慢。對於喺漫長歲月入面走過無數風雨嘅中晚年朋友嚟講，同親戚相處保持克制嘅距離，唔主動揭開底牌，先至係最頂級嘅晚年自保智慧。聽到呢度，如果你都曾經為咗親人間嘅複雜關係感到一絲無奈，或者喺呢一刻對飛哥喺輪椅上悟出嘅人生智慧心生共鳴，不妨先點個讚，等平台將呢段溫暖嘅智慧推薦俾更多喺迷惘中嘅朋友。同時都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你最真實嘅想法。喺你嘅親友或者兄弟姊妹之間，你係咪都曾經因為錢財或者利益睇清過一啲人，傷過一次心？等我哋喺接下嚟嘅時間入面，一齊靜下心嚟，慢慢傾聽佢，用生命換嚟嗰3個晚年絕對唔可以講嘅秘密。飛哥告誡世人嘅第一個晚年守嘴秘密，就係唔好向親戚透露你嘅真實積蓄同財富底牌。喺人際交往之中，錢財向來係最敏感嘅試金石。老子喺《道德經》入面曾經提出過一個極具生存智慧嘅處世哲學，叫做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呢12個字簡稱為和光同塵。所謂嘅和光同塵，意思係要收斂起自己身上所有耀眼嘅光芒，消除掉自己所有嘅鋒芒不露，將自己融入周圍樸實平凡嘅塵土之中，唔好令自己顯得特殊，唔好令自己顯得高人一等。呢個並唔係軟弱同自甘平庸，而係喺睇透咗人性之道本能之後做出嘅一種最高明嘅自我保護。因為喺呢個世上最容易招惹風雨嘅，往往就係嗰抹最亮眼嘅光。人到中晚年喺親戚朋友面前最忌諱嘅就係怒富同炫耀。好多老人家辛苦一世，手頭上有一啲積蓄或者退休金，俾人哋拎多咗少少，喺家族聚會時出於一時嘅虛榮心，或者為咗唔俾人哋睇扁，總從意喺傾偈時順口提一句自己嘅家底。佢哋以為咁樣可以換嚟親戚嘅尊重同睇高一線，卻唔知呢個往往係晚年無盡麻煩嘅開始。木秀於林，風必吹之人性嘅制度，往往係不着痕跡，卻最具殺傷力嘅思諗。當親戚知道你手頭上有一筆唔細嘅存款時，佢哋嘅心態就會發生微妙嘅變化。比如有一位老人家辛苦咗一世，儲咗30萬存款，每個月仲有8000蚊嘅退休金。喺一次家族聚餐上，佢飲咗少少酒，一時興起，將呢啲數字當成話題講咗出嚟。結果仲未過1個星期，佢堂弟就揾上門。堂弟話自己個仔要結婚買樓，手頭上差10萬，想向佢借，仲承諾2年之內一定還清。呢位老人家心入面好清楚，呢位堂弟平時游手好閒，呢筆錢一旦借出去，大概率係有去無回。呢啲可係自己嘅養老錢啊！於是佢委婉咁拒絕咗。點知拒絕之後，堂弟瞬間反面。喺後來嘅親戚聚會入面，堂弟四處散播謠言，話佢為富不仁，自己發達咗，卻唔肯幫補親人，孤寒自私。其他唔明真相嘅親戚都跟住冷嘲熱諷，兩家人徹底斷咗來往。呢位老人家覺得無比委屈同難受，佢諗
唔通自己明明冇做錯任何事，點解最後反而成咗家族入面嘅仇人？呢個就係冇做到和光同塵嘅代價。當親戚知道你有錢時，如果你唔借，佢哋會覺得你自私；如果你借咗，往往就等於用自己嘅血汗錢去填無底洞。更可怕嘅係，你嘅優秀同歡愉會無形中反襯出佢哋嘅平庸同拱璧。知道嘅種子一旦種低，背後各種閒言閒語同排擠就會接踵而至。飛哥喺輪椅上坐咗半個多世紀，深諳和光同塵嘅妙處。佢喺文章入面曾經寫過，晚年最安詳嘅狀態，其實係扮演一把鈍刀嘅角色，一把鋒利無比、刀意閃光嘅鋼刀，哪怕放喺刀鞘入面，人哋亦會時刻防備住佢，而且刀鋒極易喺碰撞中崩口折損。而一把睇落樸實無華，甚至有啲鈍嘅木刀，卻可以長久保存，絕對唔會招惹任何人嘅防備同敵意。喺親戚面前，我哋要做嗰把鈍刀，唔好去炫耀自己嘅退休金，亦唔好主動向人哋透露自己嘅銀行存款，甚至喺某啲時候要學識適當咁示弱同喊窮。當親戚覺得你過得都係咁上下，唔歡愉，但勉強過得去嘅時候，佢哋對你嘅敵意同防備就會徹底消失。你唔單止可以避過無數莫名其妙嘅借貸糾紛，仲可以喺一種極其輕鬆平等嘅磁場入面，安安靜靜咁享受自己嘅清閒，收斂鋒芒，大智若愚。守住財富嘅底牌，就係守住咗晚年最大嘅清靜同平安。飛哥告誡世人嘅第二個晚年守嘴秘密，就係絕對唔好喺親戚面前抱怨或者炫耀仔女嘅私事。喺所有嘅家庭煩惱之中，關於仔女嘅話題往往係晚年最大嘅內耗源頭。中國戰國時期嘅縱橫家鼻祖鬼谷子喺佢嘅傳世著作入面曾經寫過一句話：後者心之門戶也，心之門戶打開則氣外泄。鬼谷子認為，一個人嘅嘴就好似係一座城池嘅大門，城門如果成日大開，城入面有幾多兵馬、幾多糧草、幾多虛實，就會被外人睇得一清二楚。一旦人哋掌握咗你嘅虛實，城池失守，只係時間問題。喺晚年嘅家庭關係入面，仔女嘅隱私同好壞就係我哋城池入面最重要嘅機密。我哋可以將每個家庭比作一座敞開嘅花園，如果你為咗向路人炫耀你花園入面開出咗幾咁名貴嘅花朵，或者為咗宣洩你花園入面雜草叢生嘅苦悶，而將花園嘅大門徹底拆掉，任何過路嘅人都可以隨意進出咁樣，唔使幾耐，你就會發現路人會踩壞你嘅草地，偷走你嘅果實，甚至會將各種垃圾同閒言閒語掉喺你嘅泥土入面。最後呢個本來應該帶俾你安寧嘅花園會變得亂七八糟，氣場全無。好多父母就係因為親手拆掉咗仔女呢座花園嘅籬笆，先令到仔女同自己陷入咗無盡嘅痛苦之中。有啲父母仔女撈得出人頭地，喺外面做咗官，賺咗大錢，佢哋就忍唔住喺親戚面前大肆宣揚，甚至連仔女嘅年薪升遷細節都講得一清二楚。佢哋以為呢個係幫仔女增光，卻唔知呢個實際上係為仔女招災。呢種過度嘅炫耀喺親戚聽嚟，往往唔係榮耀，而係刺耳嘅噪音。知道會令佢哋開始喺背後尋找仔女嘅軟肋，甚至喺關鍵時刻落井下石。更有啲唔生性嘅親戚會因此好似吸血鬼咁纏住你嘅細路，打住親情嘅旗號，要求提攜幫忙，令仔女喺職場同生活入面不堪重負。而相反，
有啲父母因為仔女工作唔順、婚姻受挫，或者對自己唔夠孝順，內心感到委屈同痛苦。喺親戚聚會時，佢哋為咗尋找一絲同情同傾訴嘅安慰，忍唔住將仔女喺生活入面嘅狼狽、夫妻間嘅矛盾，甚至仔女唔聽話嘅醜事，通通向親戚抱怨出嚟。佢哋以為親戚會同自己一樣同情理解，但現實卻係極為殘酷嘅。鬼谷子講：門戶大開，虛實盡顯。你嘅傾訴喺一啲心術不正嘅親戚聽嚟，根本唔係需要同情嘅遭遇，而係茶餘飯後嘅絕佳笑料。佢哋會喺背後對你嘅仔女指指點點，甚至喺家族內部傳播呢啲八卦，令你嘅細路喺親戚面前徹底抬唔起頭。當仔女得知自己嘅隱私被父母當成話題宣揚出去時，家庭內部嘅信任同磁場就會瞬間崩潰，仔女同父母嘅關係亦會降到冰點。飛哥提倡晚年要學適恰嘅智慧，即係閉合城門。仔女有仔女嘅因果，佢哋嘅人生好壞應該留喺佢哋自己嘅小家庭入面去解決、去消化。作為父母最好嘅自保同保護仔女嘅方式，就係喺親戚面前做一塊吸音棉。無論仔女撈得好定壞，喺外面面對親戚嘅打聽時，一律用一句溫和嘅細路，有佢哋自己嘅活法，過得去就得啦。我年紀大，管唔到咁多，用呢句嚟擋翻轉頭，守住仔女嘅門戶，唔俾人哋口舌是非嘅機會，唔炫耀仔女嘅成就係體面，唔抱怨仔女嘅無能係仁慈。當你學識咗喺親戚面前為仔女黑門守口，你唔單止保護咗細路嘅尊嚴同隱私，更穩固咗自己晚年家庭嘅磁場同風水。聽到呢度，如果你都曾經因為喺親戚面前講多咗一句話，而為仔女或者自己招惹過無端嘅麻煩，如果鬼谷子呢句口者心之門戶令你感到大徹大悟，不妨點個讚，俾正喺度學緊黑門守口嘅自己一份無聲嘅鼓勵。都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你深藏心底嘅說話。此時此刻，你係咪都有啲關於兒女或者家人嘅執念，正準備嘗試學識放開手？你嘅每一次傾訴同點讚都喺度凝聚一份心安嘅力量。跟住等我哋一齊走入老人家留低嘅第三個晚年秘密。飛哥告誡世人嘅第三個晚年守嘴秘密，就係永遠唔好喺親戚面前重提多年前嘅陳年恩怨同個人委屈。喺漫長嘅人生歲月入面，邊個屋企冇幾段講唔清、理還亂嘅家族舊賬？幾十年前分家產時嘅唔公平，兄弟姊妹之間因為利益產生嘅嫌隙，或者某位長輩當年對你嘅虧欠，呢啲委屈同怨恨，好似一塊塊結石咁塞喺好多人嘅心入面，一掂就痛。於是喺逢年過節、親戚重聚嘅場合，好多人喺舉起酒杯或者傾到興起嘅時候，總忍唔住要翻出呢啲陳年舊賬，想喺親戚面前爭個對錯，討翻一個遲到咗幾十年嘅公道。但已經剛掛嘅第一爻就留俾世人四個字，叫做潛龍勿用。所謂嘅潛龍勿用，指嘅係當事物處於低位，或者人處於需要休養生息嘅階段時，最聰明嘅策略係潛藏同忍守，唔好輕舉妄動，唔好消耗自己嘅能量，喺安靜入面保存真氣，速力前行。我哋可以將呢啲多年前嘅委屈同怨恨比作一個孭喺身上好多年，已經開始發霉腐爛嘅包袱。呢個包袱入面裝滿咗當年嘅唔公平，當年嘅冷眼，當年嘅委屈。你每日孭住佢行路，佢散發出嚟嘅腐爛氣味，唔單止會整污糟你乾淨嘅衫，
仲會污染你呼吸嘅每一啖新鮮空氣。你喺人生旅途嘅後半程上，本嚟可以輕裝上陣去欣賞風景，卻因為死死捉住呢個腐爛嘅包袱唔放，而行到氣喘吁吁，滿身疲憊。當你不斷咁喺親戚面前重提當年嘅恩怨，抱怨當年嘅委屈時，你其實就係主動將呢個發霉嘅包袱解開，抓出入面啲爛嘢俾人睇。呢個唔單止解決唔到任何當下嘅問題，反而會散發出更難聞嘅氣味。人到中晚年喺生命嘅規律當中，已經進入咗秋收冬藏嘅收斂階段。呢個時候，人體內嘅氣場同晚年嘅腹部最經唔起嘅就係無謂嘅內耗。當你不斷咀嚼幾十年前嘅痛苦同怨恨時，你實際上係將自己好不容易積累落嚟嘅晚年平靜重新浸泡喺當年嘅毒液入面。你嘅面容會變得尖酸，你嘅氣場會變得陰暗。呢個唔單止嚴重折損你嘅健康，更會趕走你身邊嘅福氣。而且喺複雜嘅血緣關係入面，你不斷咁翻舊賬，唔單止要唔翻當年嘅公道，反而會激起對方嘅防備同敵意。嗰啲原本已經平息嘅家族矛盾會再次被點燃，令原本可以維持表面和平嘅親戚關係徹底破裂。喺人哋眼中，你變成咗一個成日活喺過去斤斤計較、充滿負能量嘅人，大家只會對你敬而遠之。飛哥一生研讀易經，佢最懂得潛同藏嘅藝術。佢喺輪椅上坐咗50幾年，如果論委屈、論命運嘅唔公平，世間有幾個人比得上佢？喺20歲最絢爛嘅年紀突然殘廢，佢完全有理由怨天尤人，向每一個遇到嘅人傾訴命運嘅殘忍，抱怨當年嘅不幸。但佢冇，佢選擇咗潛龍勿用，佢將所有嘅怨恨、唔甘心同委屈化為對古人智慧嘅默默研讀。佢藏氣於身，待時而動。佢從來唔喺人前賣慘，亦從來唔提命運嘅虧欠。佢用沉默代替咗控訴，用卓越嘅成就代替咗無力嘅抱怨。正因為呢份高貴嘅沉默同忍受，佢嘅精神磁場先得以無比純淨，最終喺輪椅上開出咗最絢爛嘅生命之花。水深無聲，巨浪無言。真正有大智慧嘅晚年生活，係懂得順應無常，將過去嘅恩怨同委屈，好似潑出去嘅污糟水咁，徹底倒掉，再都唔去回味，將當年嘅委屈潛藏起嚟，用沉默去超脫過去，喺親戚面前唔提往事，唔翻舊賬，保持一種高貴嘅健忘。當你不再執着於幾十年前嘅對錯，你會發現你嘅晚年氣場會變得無比寬廣同祥和。呢個就係易經入面吉人天相嘅真正奧秘。喺漫長嘅歲月入面，我哋常常以為幸福係靠爭翻嚟嘅，靠講出嚟嘅。但飛哥用佢嗰坐喺輪椅上嘅81年人生，幫世人上咗一堂最深刻嘅生命通識課。晚年嘅幸福同順心，從來唔係靠外在嘅物質堆砌出嚟嘅，而係靠一分內斂嘅清靜守出嚟嘅。和光同塵，唔露家底，避開咗物質嘅紛爭，黑門閉口，唔蝕仔女，穩固咗家庭嘅磁場。潛龍勿用，唔翻舊賬，超脫咗歷史嘅恩怨。呢3個守嘴嘅秘密，講到底係要我哋喺晚年學識收斂同自重。口中有乾坤，心入面有天道。人生不過係一場自我嘅修行，與其喺親戚熟人嘅無謂社交入面內耗掉自己嘅精力同福報，不如關上門戶，學識喺平淡中求福，喺沉默中自保。願喺接下嚟嘅日子入面，大家都可以學識做嗰把鈍刀，學識做嗰潭心水，守住晚年嘅秘密，先可以真正過得順心，理得心安。
聽到呢度飛哥留俾世人嘅呢3個手嘴秘密，邊一個最切中你當下嘅感觸？你係咪都贊同？晚年適當咁扮糊塗同保持沉默，先至係最頂級嘅自保智慧。非常歡迎你喺評論區留低你嘅智慧同故事，你嘅每一條留言同傾訴，唔單止係喺度自省，亦係喺度陪伴同溫暖住同我哋一樣喺紅塵中修行嘅同修。最後喺呢個寧靜嘅時刻，願喺往後嘅漫長歲月入面，每一位喺耳邊相伴嘅朋友都能夠身體健康、神清氣爽。願你嘅晚年生活無風無雨，心歡路順，守得住眼前嘅福報，跨得過往日嘅坎坷，每一日都活得通透，理得心安，越聽越順心。我哋下期再見。